讲人爱插别人的代志，建议大家也是甲家己的代志做好势就好啊。下午6点，请准时收看。你大家爱去？屁啊！第一题，因为台湾土真济无共的国家，过台语嘛透露真济外来语。下骹倒一个？喂，你伫倒啊？你伫倒啊？你准备开店啦？安怎啦？你紧看电视，你看敢有看到我？你嘿啦，倒一台啊？凊彩转，你凊彩转啊！你在讲啥啦？紧的有无啦？无啊，无，确定无？无就是无啦。好，我真落去找你，你等我一下，借我看者。哎，好啊啦，是要讲我电视转牌呢？你拢无感觉今日怪怪哦？倒位怪怪啊！真愈爽。你看，今仔日搁是啥物讲啊？那就怪人迄个啊。怪人翁哦，对，生这型怪人翁，你讲的无毋对。天啊，你看，有无？继续，你看嘛咧，继续咧，老假啦，哦。莫看。啊，无今日是安那，免上班哦。人生亲像耍电动，若要过关爱思量，毋敢面对闪西风，倒撇暗卡无路用。行行走家己的心，家己感受了明白。你是安那？到底当时真是这是家己的你打电话来。喂。